從事漫畫工作，今年啱啱踏入40年。漫畫創作要孤軍作戰，因此好習慣獨處，就連中意嘅運動都好個人化，就係跑步。中意跑步，因為可以自己控制快慢節奏。有人中意100米短跑，一鼓作氣跑到終點，而馬 Sir 就中意隨意慢跑，咁樣先可以跑得更遠，到達佢心中嘅目的地。喺2012年年尾嘅一次緩步跑當中，落實咗一個收埋喺心底好耐嘅決定，就係完結《風雲》呢一部長達25年嘅漫畫。《風雲》結局篇一改以往嘅安排，希望各位能夠去1月24號開始1年9日喺動漫基地舉行嘅畫展，親身感受原稿嘅一筆一墨，喺呢種嶄新嘅體驗當中領略結局篇嘅一點一滴，以及好好烙印喺心底。喺今次嘅展覽當中，唔打算用文字加以解釋，希望讀者能夠同結局篇互相交流，建構心目中最圓滿嘅結局。完成咗今次嘅畫展之後，趁住呢個機會喺漫畫路上面再一次尋覓新嘅出發點。